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味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
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相？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鸟笑声，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牵一半囝，问一件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等一下，我用这等一下，我没有弄过去，等一下在这里才对。等一下，Hello， 大家午安，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Hello，OK， 有，我现在目前看到画面好像有点回光返照，就大家非常非常的那个，很像是今天在摄影的时候，然后那个声音非常不是声音，画面非常之亮，而且后面哇，我们敬爱的熟男们，你好，各位。算是大哥，你们好，我叫做田哲基，欢迎你来到到 Y Force。咱今仔日是金咪奖的入围的这个选手的连线活动，唔知影你知影有看过 VTube 无？我叫做迪卡田哲基，请多多指教。你好，我们这位很可爱的长辈，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你好，你好。
你可以过来跟我互动的。你好，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唱台语歌以及推广台湾文化。对，欢迎你可以搜寻迪卡特足迹来跟猪猪互动，订阅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很开心，就是这一次我又入围了第3届的金币奖。谢谢你们大家，目前的声音都还 OK 吗？可以好，这位大哥你手拎着嘎鸡等啊，真的是太棒了！我们来认清一下，这位大哥你是哪一位？嘿，我有看到你嘎鸡等啊，不过你有位一卡通，你是我一卡通吗？啊，真正是我一卡通呢！对啊，好开心哦！而且现在你们大家的容貌非常的回光返照，不晓得是因为现场摄影机是不是帮你们打亮了许多趴数？对，总之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反光的部分，对，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现场连线活动。大家变得非常的白，你们现在变非常白嫩，你们知道吗？非常的白嫩。对，现场的英雄，那我可以知道这位手拿嘎吉德亚，然后刚好也有猪猪一卡通的这位朋友，你是谁？你猜啊？实在是就拍友来给我点线索。我们是初见，线下初见的第二，我嘛怎样？因为我很容易记起我观众的容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初见。提示一下，有没有什么提示？念是中文，读是中文，但是念是台语。新秀2吗？是吗？不是，读是台语，念是中文，这下就拍有的呢。歌舞吧，你有没有其中一个字？好，其中一个字。ID 是吃的。ID 是假的名字。等一下，燃烧神教，不要以为我在后面凑我。嘿，你在说？有 YT 名称。YT 名称是吃的。怎么办？我有些观众，还蛮多观众 YT 名称是吃，假的名字学过这啊啦。是指吃哦，对啊，肖乐怡拉下来线上的大家安安，我们现在是 Wireforce 的活动，今天呢，我们现在是礼拜5的时间，但是我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我现在在猜这一位，你不会是培根番茄蛋炒，应该是不会，因为我想说你现在没有空用手机啊，今天就拍要不然你跟我讲说是甜食还是咸食，都几嘞？咸的，咸的，不是啊，讲的物件就多，等下。讲的物件，我6个字，但是你通常都会叫我3个字。汤包哥，是吗？我原本 ID 有6个字然后你都只会讲3个字。哎呀，应该等，你们等下，你汤包哥嘛是6个字啊？你是汤包哥吗？是吗？我不是嘛不是，太难猜了。有6个字，我都叫你3个字，然后讲的物件不是甜啊。提示要吗？可以，再来。开头是宇宙。环贝。对。是环贝，初见我的天哪！宇宙大神环贝，我总算看到你的真身了，趴下追了对。小环贝，你真的愈来愈贵呢，你越来越贵了，你知道吗？对啊，现在好像要100多一只。对，我之前就是听我朋友讲说，他去基隆的金山那边，是不是就一只买到220？他说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花200块买一只蛇环贝？是怎么回事？蛇环贝本人你觉得呢 ？Hello， 他应该是被盘了。好啊，谢谢蛇环贝。然后呢，你跟 Wireforce 基本上你是今天第一天，然后明后天你也会出现吗？不会。OK， 就是对啊，真的是有缘分，特地来的啦，谢谢啦。今天你跟哪里康亏边诺，还是特别请假了？我下班了哦，向你好谢谢你啦，小环妹，谢谢你跑一趟，好啊，谢谢，好啊，来吧，熬几位，来我们下面一位，请问您是？我也是初见。嘿，你好，来是我的旧观众，但是初见吗？对，线下初见。好，很好，请问线上滴猪猪多久了？不，应该是今年开始订阅啦。是，
谢谢你。那我应该怎么去搜寻？有没有什么搜寻引擎可以让我搜寻到您呢？有颜色，有颜色，名字有颜色，好几个字，然后跟那个形容词两个字而已。嘿，有颜色。然后你说哪一个颜色？嘿，哪一个颜色可以透露？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请问各位线上的面线们，就是让猪猪猜你们是谁，真的这么有趣吗？真的如此有趣吗？你各位，等一下，旁边有人就给我赞，后面的阿伟也给我赞。等一下，不行，等一下，那个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可以提示一下吗？啊，小兰，对啊，我就说我只好上去爆料一下我是谁啦。小兰，爆料一下。谢谢你，我知道你很喜欢在 DC 就轰炸我们美食照，为什么呢？什么？什么？而且线上大家一致认为好玩，到底多好玩？小兰多好玩？很好玩啊，猜猜我是谁啊？然后还有那个看美食啊，看美食也很好啊。真的，你算是美食家吧？我看你常投美食。基本上算是啊，小部落客还没出道的部落客。哦，还没出道的什么东西？部落客。而且小兰很好笑，常常就是可能我们聊天聊到一半，然后突然小兰出现，然后 PO 个今天又吃了什么，然后马上是闪退之类的。我们就很习惯小兰就突然分享她今天的三餐分享完马上就闪退，超酷的。对，是没错。是啊，今天来 WeForce 有什么目标吗？跟大家聊一聊，还是来看猪猪？就都来啊，都来都聊。是来都来了，是不是？对，对，都来了。而且我后面是有看到黑羽哥吗？那是黑羽哥吗？是吗？黑羽哥您好啊，你好，欢迎来到金咪摊位，很开心看到你。我认人的这个能力真的不错，黑羽哥你好。欢迎！对，今天是我们那个金咪奖那个入围者连线，很开心可以看到你，谢谢。那黑羽哥像是到处乱逛，到处看一下摊子吗？是。刚到而已吗？啊，你吃饱没？还没。啊，没吃饱。等下进去里面有卖东西来吃这样子。哦，安尼哦，WeForce 的物件好吃不？还好。低调，不要低调，不要说是我讲的。是，而且黑羽哥说真的，这 WeForce 应该算是非常老经验了。那这一次你要在那边也是连续3天吗？年纪很大了。年纪大？哪会？这次有那个我有办叫做口头比赛，在最后一天，礼拜日的时候，对，礼拜日。哦。然后这几天是有那个有摊位有在里面摆这样子。了解。可以，大家记得可以去找一下黑羽哥玩一下。那你3天都会在这吗？会，明天会去走中奖，明天不会来。啊，是 ，OK， 哦，很像我们这边都对很忙，我知道。对，一样，辛苦了。不会，黑羽哥你也是啦，谢谢你，看到你很开心，谢谢你。拜拜。对，好，小兰就是 Believe Hockey， 我们迎来了黑羽哥。对啊。小兰来看到你今天午餐吃什么？我刚赢了那个之后，我去吃个小火锅而已啊，10 mini。好，谢谢，就是你那个 DC PO 的那个吗？对，没错。你这是照3餐分享你的午餐，是只有在住这边而已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都有啦，吼，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民以食为天。对，民以食为天。很棒，小兰，好啦，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好，谢谢你，谢谢。好吧，下面一位。有。来，不用采访。来，燃烧神笑神，请问你刚刚那个金蒙干练怎么回事？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嘿。你不是金蒙干练吗？啊，不是，我金明干练，不是，我们旁边有非常漂亮的主持人，这样子会让妹子就是误会我。是金蒙干练还是金明干练？金明干练。哦，不行，你们的手完蛋了，你们断手，不准举，举了之后你们就没有办法踏出这个 WeForce。你把阿文放下你的手，阿文你冷静。怎么可以这样子？燃烧神教神你快乐吗？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好，你获得了你的快乐，谢谢你，谢谢。在场大家也很快乐啊。
我是不知道啦，对，但我看线上大家好像蛮快乐的，而且我看到哇，谢谢线上的面试们，以及哇是一海先生吗？哇，是我们厉害的会师一海先生吗？谢谢你们，我现在眼睛很忙，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四面埋伏，看一下到底谁在欺负我，谁臭我金梦干裂。我们眼前这位燃烧神教先生，他刚偷偷揍我金梦干裂，我金梦干裂我看到，对不对？如果没有金盟干练，一开始怎么回事呢？对，就是我的初衷一直都是精明干练，那个金盟就不晓得为什么生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们误会我头上的香菜是那个草的话，那也是没办法，毕竟它会跟着我一辈子啦，吼。好吵。我问一下，旁边那么热闹的摊位是哪一摊呢？旁边是舞台区，他班拿在开演唱会。是，那你们觉得我今天是不是要唱歌尬广呢，还是跟你们聊天就好了？可以啊。可以吗？要唱歌，我们那卡夹尬广一下吗？你愿意唱就唱啊，尬广有什么？我搞，这里是户外区，不用担心。好哦，我想说大家会不会比较想聊天，还是想听歌？对，我想说听歌，不晓得你们听不听得到？你们听得到吗？听歌的部分？可以啊。是哦，好啊，那我跟你们聊完一轮，我就来尬广，我们就来尬歌这样子。好，下面给阿伦。好啊，阿文。终于找到我了。你好，当然啦，我知道，就是非常秀气的你。要评价是秀气吗？是啊，秀气。而且我其实昨天有在那个，因为最近我们就是频道忙录音嘛，然后林潮那边也是常常就是要帮助我们录音，然后啊，潮他有传照片说，阿文，我说哇靠，你从凌晨就开始在这里了无处都是阿文，不用害羞。没有，我昨天还有喝倒一次。真的假的？你说，你是凌晨就来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算好了，因为我今天晚上早上4点，因为我12点过后就没有捷运了嘛。哦，对。我就没有回家啦，也就是玩到早上4点吧，只能在这里。还有那个 BYOC 在 BYOC 里面直接睡觉。可以啊，我觉得你会在这边直接睡3天呢，你觉得呢？不会啊，我刚才就冲回去换衣服了。还是换一下。好啦，就祝福你们3天都玩得开心，好不好？没问题。不然我昨天喝一个15%的，然后大概这样吧，然后15%的我这样就炸了。My God！ 所以那边就是有餐点有酒，这么快乐的地方吗？有啊，很多哦。所以有没有人就直接就这边倒3天，然后直接就完全没洗澡，很多吗？我看应该，因为其实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 BYOC 啊。哦，是。当然我猜他们应该会啦。应该，所以后面很多那种经过人可能都没洗澡，然后就是继续玩、继续逛这样。没有，他们是那个拿酒过去，然后再看那个，好，拉一下。好啦，1年1度的盛会，相信大家应该都玩得很开心。而且我也是在 WearForce， 好像是第一次连线活动，还是第2次，我有点忘记了。对，忙到忘记。去年有，但是去年是不是连线活动，我也忘记了。对，我忘记自己参加几届了。没关系，对，因为我常常在很多线下看到阿文，感谢热情的阿文。是我每次有人讲这个东西，我都要问一次。是，你觉得这样讲到底算是褒义还是贬义？当然是褒义啊！为什么要贬？当然就说谢谢你们，就是非常热情的、专情的就是支持的每个主播，真的。看每个人的答案都真的都不一样，我还没有听过完全一样的答案。毕竟我们是不同的魂呐，答案一样就完蛋了。阿文看起来真的很害羞啊！你还有什么话跟我说？有什么话跟你说？就是我今天的睡眠时间是昨天的2倍。我昨天跟朋友昨天是早上7点半睡，然后10点起床。我的天哪！那我们今天呢？你说，就跟他们说再来一把。跟你讲，今天没有赢，跟你讲，今天不能睡觉。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从12点，然后干到7点半，终于赢了。终于赢了。那我们今天现场连线活动还有到一路到晚上哦，你撑得住吗？你在小看我吗？我没有小看啦，不敢小看，怎么敢小看？我真敢，对不对？
他差不多就来这边而已啊。不会啊，我这一整天啊。不是，我跟你讲，其他兄弟会把你搬走啦，你不用担心，因为你非常纤细，搬得走，搬得走。是不至于啦。好啦，谢谢阿文。你旁边这位是哪一位呢？这位戴口罩的、腼腆的这位，你好。朱建安。你好，朱建安，你是谁？我是泡影。哦，你是泡影吗？你好腼腆哦。而且你手上这个是红牛是吗？哦，对啊。你是不是从早上就开始在这边了？对。所以需要红牛，对不对？没有，是因为快要喝不完了，所以赶快喝啊。等一下，谁喝不完？我还有2瓶啊。等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多红牛？是主办单位给你们的吗？就是里面做任务会给。他就不小心拿了3瓶了。是。其实已经在里面喝掉2瓶了。天哪，你今天不用睡觉。你今天不用睡觉了啊！你们这边就除了很多红牛，还有酒类，然后餐点之类，我真的觉得很丰富哎。其实我没有到现场过，其实现场有很多电脑零件可以抽奖哦，真的哦。就做任务会就是可以抽，对，可以抽。那泡影，你打算这一次在这边也是玩3天吗？应该2天，应该啊，今天跟明天。对。那你今天也要喝瓜在这边吗？没有，我不是阿文。反正你有阿文陪。反正你们就倒在路上，人家觉得说认识，把你们移到旁边盖被这样，对不对？没问题的吧？可以啦，大家自己人呢。好啦，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好不好？好像没买，现在还有自由票吗？你们在讲什么悄悄话？什么？他说现在还可以买票当那个 BYOC 玩家。还可以买票是不是？好多活动哦！天哪！好了，而且你手上已经一大袋了，我有看到。我今天有拿到电源供应器啊。电源供应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很像那个业务在推销，你其实是那个在业配吧？没有。你那个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看一个，来，给他较近的啦，我看一个，来，这啥？回光返照，一片。等一下，太亮了。你这实在是太亮了。对，我跟你讲，你像如果真的是厂商想业配的话，可能就是暂时没有办法让你业配，因为我完全是无法业配的一个光线，你知道吗？对，没办法。我也不是厂商啊，就刚刚拿到的。好啦，就是反正都拿到，来都来了，就业配一下这样子。厂商一定有付你钱，对不对？没有。好啦，来走过路过的朋友，我们这边是金币奖摊位，然后这为期3天有很多入围者的一个现场连线活动，我叫做迪卡屯足迹，迪卡屯就给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场连线活动。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来到前方跟我抬杠。嘿，我最爱讲您讲台语耶。下面一位有谁要跟啾啾来互动的吗？不要害羞，出现的也没有关系，特别是长辈，我小爱跟长辈抬杠，欢迎到底来开档哦。型号念出来就好了。你好，欢迎来到前方。虽然说可能是初见，对，你好，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是，可以叫我肯志吗？肯志吗？你好，你手上的那个是达达的袋子吗？对，没错。工作使我快乐，我非常的了解。那对肯志而言，工作使你快乐吗？没有。你是这工课就累就忝的点。对啊。好，你听有台语无？有啦。听，袂歹呢，会晓讲吗？讲几句啊？一点而已。几叔啊，4次。了解。那你平常应该有常常在看台湾 VTuber 对不对？对啊。对，谢谢你，就是
真的走向前跟我们打招呼。线下连线活动像这类的活动，你会常常参加吗？没有，我这是算第2次吧。哦，第2次吗？对。好，那就是像这样走向台前跟主播直接用麦克风互动，会觉得很紧张吗？是还蛮紧张的。我最喜欢看你们紧张的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很开心你们愿意过来互动。对，然后是出现的真的非常开心，恳挚不嫌弃的话，可以这一周我们金币奖团队、公视、海水浴场以及迪卡屯足迹。好，谢谢你，有没有被迫订阅的感觉？其实也还好。好啦，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的连线活动会也是会一路到就是可能下午晚上的部分，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支持起来吼。好，谢谢。刚温刚霞都打哈。其实我现在很想要跟这个美丽的主持人，还是哇，你好，你好，这位姐啊，你别搞我开杠嘛，姐啊，你卖照，姐啊，我现在努力的想留住长辈们，你们知道吗？对，是我吗？对。来，我说亲爱的，因为我刚刚原本是想说，我们亲爱的这位漂亮的主持人，应该是想把麦克风交给那位长辈，但是没有关系。来，亲爱的这位主持人，你可以往前走吗？你好，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叫我小印。小印，你为什么这么漂亮？因为你很漂亮啊！谢谢啦，我们一起漂亮，这个恭维姐妹妹，谢谢你，你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人员主持人吗？啊，我只是路过的，然后帮忙拍个照。哦，为什么就是公司可以请到这么漂亮的路过，然后还帮忙拍照？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真的只是路过吗？要请他们来现身说法一下吗？现身说法一下吗？我认为你应该是我们主持人，我一直以为你是主持人，原来你只是路过。谢谢你。那你有在看台湾 VTuber 吗？有吗？哦，真的吗？哇，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跟你线下直接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好，不嫌弃的话，就是我们公司海水浴场啊、金米奖啊，还有迪卡屯足迹也可以订阅起来哈。有，谢谢。那你是第一次来到 WellFirst 吗？还是已经很久了？好像是第一次哎。哦，第一次吗？是。那你会觉得很有趣吗？还是就完全不知道这边在干嘛？有很多偶像哦，偶像是 C 圈的吗？还是 V 圈的？都有啊。嘿，你说还有哪里的？还有地偶，哇，还有地下偶像，是，真的3天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也祝福您3天可以玩得开心哦。好，我们感谢这位非常非常像美丽主持人，但是只是一位普通观众的小印，谢谢你，你真的很可爱，谢谢。呵，来，下面一位有要开讲的不？嘿，这位大哥你好，大哥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初见吗？算潜水仔。潜水仔哇，你觉得我抓得到你是谁吗？应该是抓不到。很好啊，因为我只能补打少的跟直播。是，但是我们有一些补档派的朋友，有时候补完档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对，我想抓看看。没有啊，我只是看而已啊。好，只是看一下啦。啊，你拢看我的台语歌曲，还是看我的杂谈，还是啥物拢看？补档的话，主要看歌回比较多啊。哦，这歌回的部分哦。啊，你是比较爱听我唱什么歌？说真的，台语蛮好听的。哦，真正对我要恭维，我等下就要唱我的卡夹，安尼好不？哇，你的尤其是电音版的，我很喜欢。太棒了，我们等一下卡夹去尬广一下我们隔壁摊好不好？没问题。你笑得非常非常的肯定，所以我真的抓不到你是谁吗？还是你直接把昵称告诉我？我叫凤城雅。凤城雅吗？对。好，很好，很像真的抓不到。没什么在留言的。哦，谢谢你啦。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嘿，你说。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只是没有什么在留言。
哦，是，那你当初也是因为台语歌被吸引过来的吗？我应该算是吧。好哦，因为有点忘记，已经3年前了。我的天哪，那你从我1.0就开始看了耶？对啊。好，非常专情的潜水仔凤城雅是吗？是。刚下的，可以啦，真的是太感谢了。而且我只剩最后半小时，我真是分秒必争。来，我们是不是要尬广一下我们卡加电影版？好，那我先给下一位了。可以啊，跟我被抬杠的不？我被抬杠，我要来唱歌啊。不然，那我们听你唱歌好了。来，可以，我只剩最后半小时。来，我们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这样子的话，就真的直接从卡甲的电影版开始好了。你们等我一下哦。来，公视海水渔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是把声音量开到最大的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尬一下呢？我来看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卡甲，这个卡拉 OK， 行きましょう。这个卡拉 OK， 我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来，卡拉 OK 的状况，你们帮我听一下现场，还 OK 吗？现场是有的吗？好，你们等我一下哦。需要再更大声吗？你各位，需要再更大声的话，跟我说一下。いかがでしょう？可以再更大声吗？还是这样就好？要的话，我可以再更大声哦。再大声一点。好的。哇，真的是要尬广了，等我一下哦。好，等一下哦，这样子会不会太大声？可以吗？可以吼，还是要再大声一点？好。Hello， 各位观众你好，我叫迪卡顿 Doki， 需要再大声一点吗？我们现在调一下音量。好，我们等一下工作人员调整一下吼。什么东西？伴奏哦，现场暂时是没有伴奏的啊，就只有我自己听到而已吗？还是只有线上听到而已啊？很像是要用其他的设定。等一下，很像是要抓其他的设定，对不对？啊，因为我刚刚有看到那个魔女露娜讲，好像伴奏也出不来的状况。等一下哦，那好像就只能唱给线上的人听了，哈哈哈。好像就只能唱给线上人听了。那想问一下猪猪，你会直接混在 DC 里面吗？啊，要怎么混呢？亲爱的工作人员，然后在 DC 那个输出那边，然后去改成你的录音界面，好哦，就可以了。输出那边好的，我看一下哦。输出吗？输出改成我的录音界面。要整合的那个。好哦，看一下哦。我现在输出的好像一直都是录音界面，没错，好酷哦。那你可能要从你的录音界面把你的伴奏打出来。有些人会预设混音不会把那个伴奏打出来，你可以要按一个键或者是一个切换，把它切换出来。啊，完蛋了，这个猪猪就很像就不太会了。对，那这样子的话，很像我们就很像只能清唱的部分，对不对？可以，我们都可以。好啊，那么没关系，我们一样可以让线上的享受到。那我们线下的话，我们就直接清唱好了。对对对，好哦。那这样子，线上的观众至少你们是可以听得到我们卡甲的这个伴奏的部分。你等我一下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让线上的朋友，然后线下的现场没关系，你们就直接听我清唱，就只能这样。然后路过的有新朋友，如果待会想要互动，等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大家互动哦。好，那我就直接来唱吧。
那线下朋友没关系，就感受一下猪猪的清唱就好了。哦，夜头看起这世界那匆匆，到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这首歌是来自于猪猪去年的第一首原创曲，跟着卡甲。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让线下的大家让你们觉得很电的感觉，但是你们可以先留下，等一下我想跟你们聊天。刚想。千年的孤寂，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已经到我遇到伊，大定来底，雨伞捧开，惨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若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界那匆匆，到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可能听不到伴奏，但没关系，我们这个卡甲的魂与你们同在，好不好？我们待会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可以聊天，请留下你们的脚步。我是台湾 VTuber 的迪卡屯周吉，很开心可以在 Y 见到大家。你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公司海水浴场的连线活动还有很多场优秀的 VTuber， 请大家一定要留下来。虽然说像是清唱的部分，但是你们就仔细听咯。千年的孤寂，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我很想看到木木全本人咯，伊来晒。我世界旅行，已经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雨伞捧开，惨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若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哦，本来应该走走廊廊，游来游去，靠！现在是走走忙忙，连滚带跑。但是你们没有没出息啦，哈哈。夜头看起这世界那匆匆，到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哦，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原创曲跟着卡甲。谢谢你们，而且线下的现场大家好像还听不到我们现在非常摇的，是一个台式摇滚的部分，欢迎大家
会当来我的频道吼，看我的频道就这台语歌曲。对，因为我这里基本上就是除了喜欢跟大家聊聊台湾文化之外，非常喜欢唱台语歌，尤其是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台语老歌，所以我今天在现场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长辈，阿伯你好，我跟着听这个，你要跟我开讲吧？你好，长辈们其实他们都很腼腆，不太敢过来，想说我是 AI， 我们是 AI 啦，阿伯。你好，这位是木木犬先生吗？伊拉塞，好开心看到你，你要上前跟猪猪一起聊天吗？要一起过来聊天吗？你好。要一起过来聊天吗？我们有麦克风哦。哇，我就说我认人功力很厉害嘛，对不对？你好，试音，你好，嘿 ，test， 是 ，PA 大哥，你好哟 ，OK， 有听到我声音吗？声音会不会太大？我需要自我介绍吗？哎呦，木木犬先生，你觉得需要吗？我看你啊，你台啊，你做主。也可以啊，我虽然说我知道木木犬生应该非常有名了，来，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各位好，我是红石口袋所属推广部成员三尾木木犬，目前麦快推一通，赞，太谦虚了，谢谢。我不晓得你今天就会过来我想说你是不是明后天才会来？因为想说今天来的话，可能人比较少，比较能买得到商品。哦，聪明，的确是，对，因为我想说 Wave Force 是明后天的话爆炸多人，你知道吗？像昨天有记者会，然后明后天大家休假嘛，对，就会今天就很比较清闲一点。对，这是往年来的经验，对吧？那你通常都是可能来2天3天，还是说就来1天完之后就走这样？看一天，看看现场有些商品这样。了解。那你会来这边觅食吗？还是说可能买完之后再走这样？往年会，但是我最近是健康人，我想吃健康一点。你说这边可能就是都比较素食类的这样，就炸的比较多。炸的比较多，还有啤酒之类的这样。往年一定别人都会有一些很亲切的人来送啤酒，或者是送那些很高浓度的酒，但今年我不疯。听说很嗨耶，听说很嗨起来，真的很嗨，对不对？真的很嗨，对。有那种生命之水出现，然后呢，桌子给人排队一个一个拿，但是那个要有去买那个 BYOC 的玩家才会参与到。了解。因为晚上一般民众不能进去。My God， 那应该是越晚越嗨，对不对？是。有时候心情好，他们还会发放鸡排。真的好想吃每个人都有宵夜。也就是现场每个人都有吗？BYOC 的人，他只会在 BYOC 场内发放。了解。那大概要几百片啊？会有，他会参照 BYOC 有多少人发，很猛。真是太羡慕了，鸡排真的果然是台湾非常代表，就是要庆祝的时候就是鸡排，怎样都要吃鸡排，鸡就很无辜，你知道吗？鸡排配啤酒真的是太羡慕了。好哦，希望你这几天玩得开心，虽然说可能只会来今天啦齁。过完应该就蛮开心的，看看老朋友这样子。了解。好，那刚刚有见到老朋友了吗？还是说现在才要去看？现在才要去找。现在才去找齁。现在看看场外摊位这样。了解。好，然后也谢谢你，就是我很期待你那个企划。应该今晚6点半就有了。好好，我来期待一下，也希望你玩得开心。我谢谢木木犬，谢谢你过来，刚想谢谢你。那我们下面一位有要跟猪猪一起互动的吗？你那是像讲台语，Yolo Kobu 啊？你好，迪卡基是，嘿，敲门这位兄弟，你是？我是来，我拿个东西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真假的？你提出来我就知影吗？黑羊羊，很好懂吧？超对，我今天看到好多线下出现哦。其实没有，迪卡姐，你在有一次的 PF， 我有去前面过，但是那天你很忙，所以你没把我记住。就是也就是说我可能有抓住你，但是可能没有记住到你这样子吗？那天我有在你的镜头前面出现それが申し訳なくて。对，但是你那天你是在忙工作，所以没有大家上来一起聊这样。了解。好 ，OK， 那我想我经过今天一定有办法记住你了，因为今天可能就是我会比较有时间去记住你们的五官轮廓。
哈哈哈，谢谢。没有，迪卡姐姐记人记很清楚，这很好啊。只是下次不能再来线下装初见喽。不行，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每次，你说。最近那个对啊，就是有人最喜欢线上装初见呐，然后他每次被主播一直纠正，他乐此不疲啊，就很奇怪啊。对，这对我可能没什么用，就跟圣斗士星矢一样啊，他们俩暴露年龄，对不起，一次的招数用过之后就没有用了。没关系啦，因为圣斗士星矢那个现在还在播嘛，不过就是越演越奇怪的走向而已。没错，对，我还是非常缅怀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真的非常非常黄金时代，真的。那个哎呀，没有阿纪，我们看的霹雳布袋戏是同一年代的呢，应该是吧？嘿呀，可是我真的很久没看，所以新剧情我也看不懂了呢。啊，东只有把东离看完而已。嘿，东离我刚喝快哦，真的是可以尬聊3小时。而且阿基里的中气十足，非常好。我刚刚走到那个捷运走出来，还没到帐篷区，就听到列卡夹在大声涌唱了。我想问一下，真的假的？黑羊羊，那我请问一下，你听到的是我的声音，但是会觉得很嘈杂吗？因为没有伴奏怎么会嘞？你是现在今天所有的 V 里面最银盾最大家的，就大家。好啦，你讲到但是非洲猪瘟也当平安哈，非洲猪瘟可以平安，我越大只越好啦哈，我们守护台湾猪，大家一起来。而且银盾的 V 哈，像迪卡姐姐你这么那个平易近人的，这是很好的。哦，黑羊羊，你真的很会讲话，我还跟我讲说，我以为你跟我讲说，哦，这么金蒙干练或者这么蓬的，我已经有心理准备要被刁了，你知道吗？啊，我最喜欢的主播一向不刁的，不会啦。哦，真的哦，这么温和，你知道我们家妹线都对我很坏吗？不是，因为那个看 V 的观众，他们有时候最喜欢那个玩自己的推了，所以他们就会这样搞，就是看 V 2年多的心得。那我再请问黑羊羊，你说玩自己的推，请问我好玩吗？我是好玩的类型吗？为什么后面的人都在点头？等一下，不是，我现在只问黑羊羊，来，我现在没有刀架在你身上，对我们公平、公正、公开，请问我好玩吗？迪卡姐姐是没有，那个严格来说，迪卡姐姐可能那个别人喜欢玩你嘛，迪卡姐姐比较特别，一方面就是你做的料理都很特别，比方说把迪卡插巧克力里面还要沾金粉，这点事我就想不到。哦，是，那请问这是包还是扁呢？就是你有你的特色啦，对。哈基里也有，就他妈的哈基里耶！你给我讲好清楚，这特色是什么情形？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好玩的特色，对。我觉得我还是被背叛了。没有，我最佩服迪卡姐姐的一点是什么？也是现在 V 圈台语的最顶了吧？哦，没有，我真的没有很顶，我只要得给宫北灯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啦，我真的是很心虚这样子。没有啦，大家都说了嘛，现在华语 V 讲台语有2种，一种是听了就台语真的很好嘛，是，而且迪卡姐姐你有帮霹雳布袋戏可乐果那个打过广告嘛？是，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君夫人的年代啊。哦，他真的很正，我超喜欢莫昭奴的。对不起，那个支线跑掉。对，另外一半的 V 呢，大家就是说观众为什么想听那些 V 讲台语？因为他们在忍着中风的那个耳朵，在努力听下去，看他还能讲到什么程度这样。可是我觉得很棒了，因为其实台语真的已经不喝动力怎样吧，就不好讲，所以大家还是很努力去讲。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好的，对。对啊，像我的台语就是看布袋戏学的啊。可是台语的那个布袋戏的腔，其实他们很像也不是比较，他们其实很像不叫做台语，对不对？怎么说？因为如果你有看过什么一些讲台语的一些什么比赛节目，像民视的，那就他们那个会研究真正在戏的台语，布袋戏大概就是把它发音成大家会讲的样子，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是比较特殊的用法之类的。对，那个没特别去学的话，就
就没有特别会知道。对，因为如果你本家小时候长辈不讲台语的话，对。啊，不过我自细汉，阮爸爸有在讲台语呢。啊，我是怎么了？我怎么都一直讲不好？没关系啊，像我们家那个我阿妈是客家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哦，的确是我有听说很多就客家的小朋友好像也是很难去学习客家语这样子。对，客家语真的比台语难学太多了。的确是我真的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地方，还有什么原住民语言，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非常多元，非常的融入。对啊，像你看现在网络上讲客家，每次讲客家都会说啊，这个什么客家人今天又省钱啦，这个多摆几天客家还会吃啊。现在他们网络上客家就讲这样啊，是没错。可是我其实虽然说不太懂客家话，可是我很爱吃客家小炒啦，超好吃的。不过那个鱿鱼都硬硬的、干干的，牙齿要很好才吃得下。我跟你们讲，那个高雄的美浓啊，有一间，它那个真的是炒的鱿鱼是 Q 弹多汁的，下次再推荐给你们。好，然后现在跟朱姐讲一下，是因为现在表演台那边超嗨，我们听你的声音大概要站这么近才可以。真的假的？那你们觉得最后我还要一手跟他们尬广，然后结束这一回合吗？要尬，这怎么能不尬？好，因为我想说，我清唱会不会很尬？但是呢，如果要尬广，我这边还有一首歌，我们就来尬起来，而且是会让你说，就是姐姐，你今年双冠入围，你尴尬，你怎么会尴尬？一定不会啊！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可以有机会，就是印在这个入围者第3届，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觉得大家很照顾我，谢谢。耶，真的，而且你的新造型，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哦。那个设计是不是弄了很久？神官帽的部分哦，其实我对也还好因为其实当初知道说有这个奖品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就是要神官帽，因为这是的台湾文化，所以我一定要戴上去这样子。对。对啊，刚看剪影的时候就觉得很厉害了，真的。实际有读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想说这个身高一定加起来有200。对，差不多。对，真的，有机会可以让你们看看我的那个等身立牌的话，应该真的还蛮高的。对。现在电视前面的是辉达立牌，这镜头刚好被你遮住而已。哦，真的吗？对。好哦，那我们今天只剩最后4分钟，我们最后一首歌尬过去，我们就要请大家到颖川的频道咯。来，等我一下哦。我设定一下。那么我们线上的朋友可以听到伴奏的状况下，可以一起嗨吼。然后现场的大家可能听不到伴奏，但是我们清唱就好。等一下哦，我设定一下吼。OK， 来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来自于张惠妹，我的妹喝大力丢来，非常适合尬广的一首歌啊！来，这首歌唱完结束这一回合，阿妹也喝大力丢来哦。OK。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加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咧忙忙。你的心，我的心，只嘛莫搁假。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哦。我想前面就缺了一个电子花车可恶！你们谁那个电子花车可以帮我开来一下，谢谢，超级适合，谢谢 Webers 大家，和大力丢来。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起心动命。你的心，我的心，加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要火大。你的心，我的心，钱若莫搁假。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混乱，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哟。我今天在现场看到好多的长辈们，超级开心，像这类的活动，长辈们也愿意过来参加。可能他们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我看得超开心的。来讨我的爱，对，被我接错了。思念最后的不真相，其实我拢知，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混乱，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哟。谢谢大家，我是台湾第这个迪拉纯足迹，感谢公司海水浴场，谢谢，我们结束这一回合了，我们今天的现场连线活动，好，朱姐再见，谢谢你们。顺便讲一下，长辈会来是因为看人多就过来散步。哦，真的哦，很赞，我最喜欢这一类的长辈，谢谢你们，我们现在一起移动到颍川那边去咯。大合照。哦，好，大合照，对，来，我们一起来大合照一下。然后不嫌弃的话，因为颍川它的直播间是在Twitch，Twitch，我在置顶连结也有Twitch的那个连结，大家可以慢慢的就是输送过去之类的。对，好，那我们来大合照一下吧。お疲れ様，辛苦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合照。好，我们下一棒是颍川哦，耶！我把自己放大一点。好，这样可以吗？谢谢迪卡，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好棒，谢谢。有吗？谢谢你们，お疲れ様，辛苦了，大家拜拜。好，线上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要切我们的片尾喽。谢谢你们，很开心可以在 YForce 线下连线活动看到很多，就是在可能在我可能开台时间比较没有办法看到的大家，对，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然后欢迎大家移动到颍川的直播间了，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纯之基，大家拜拜，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哦耶，拜拜喽，拜拜。